心唔好就容易出汗，肝唔好咧就腳容易抽筋。如果脾唔好咧就容易咳嗰啲黏痰，肺唔好咧就容易成日感冒啦，腎唔好咧就容易耳鳴啦。今日周醫生咧就用一啲比較通俗嘅語言咧同大家講清楚保養呢個五臟嘅小竅門，自己喺屋企咧調理咧就又輕鬆又慳錢。第一咧就心唔好咧就容易出汗，即係咧心氣不足嘅人啊，喐下咧就容易滿頭大汗啦，而且咧就容易經常心慌氣短，晚黑瞓唔好，白天咧冇厘神氣。咁呢個時候咧就不妨試下呢個柏子養心丸啦。第二咧肝唔好，腳咧就容易抽筋，晚黑咧瞓覺咧就容易發夢，眼睛咧睇嘢咧就好模糊。呢個時候咧就試下用嗰個歸芍地黃丸。第三就脾唔好，咁咧痰咧就容易好黏稠，咁脾虛嘅人咧濕痰多，咁喉嚨咧就容易有啲異物感。食完飯咧個肚咧又唔容易消化，大便容易黐馬桶，咁呢個時候咧就試下心靈白術散啦。咁第四咧肺唔好就成日容易感冒，三頭六日咧感覺唔舒服乏力，咁調理時候咧就可以試下玉屏風散。咁第五咧就腎唔好咧就容易耳鳴啦。腎咧係先天之本，佢開竅於耳，如果耳鳴仲有腰酸口乾，就可以參考使用呢個滋柏地黃丸。大家學識未呢？